雖然話住喺坦洲啊，但係咧你住喺呢度咧，出門就係珠海啊，因為同珠海咧就係隔咗一條高架橋200-300米嘅距離。今日呢套坦洲嘅精裝三房咧，102個平方啊，價錢咧係珠海嘅一半都唔使啊，總價咧最低咧105萬咧就可以攞低啦。首期咧最低可以俾5萬蚊啦，月供都係圍到4000蚊出頭嘅。咁屋企出門200-300米咧就係珠海嘅方向啦，行到去明珠站坐輕軌去拱北關口咧，亦都係10分鐘嘅時間啊。咁小區整體咧係人車分流啦，35棟嘅大型小區啊，面積段除咗有102咧，仲有90平方啦、110平方啦、120平方同埋130平方嘅，3房到5房都有得揀嘅，單價最平咧1萬蚊出頭嘅啫。咁喺珠海睇過樓嘅朋友都知道啊，珠海市區咧基本上都要2-3萬一個平方啊，呢度咧一半價嘅啫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約睇嘅。Thank you。